認埋。各位好，我係何生。今日我坐喺呢度望住鏡頭，想同你哋講一啲好耐都冇同人講過嘅心底話，出面好多人傳疑，話我何故身能夠活到98歲，係因為每年使上億銀兩去打針續命有人。話我身上窮滿晒喉管，活得毫無尊嚴，淨係得返一口氣吊住。又有人話我用緊一啲不為人知嘅續命禁術，甚至話我同某啲神秘機構買咗乜嘢幹細胞返嚟注射嘢，講到好似我已經唔係人類咁。我睇到呢啲報道，有時真係得啖笑，但更多時候我覺得有啲無奈，因為佢哋根本唔了解真相。今日我決定親口同大家講句大實話，錢確實可以幫你買到時間，但絕對買唔返冇痛嘅青春。嗰支傳說中每次要幾十萬用嚟保護大腦嘅針，我確實打過，而且打咗好多年，但長壽真正嘅代價遠遠不止金錢咁簡單而之能。如果你覺得我何生講嘅說話有啲道理，或者你想知道一個90幾歲嘅老人家點樣用最平嘅方法保住條命，記得撳一撳下面個訂閱掣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先至唔會錯過我之後嘅分享。我唔會講廢話，每一句都係我親身經歷換返嚟嘅教訓。好，而家就等我由頭講起。我這一生做過無數次，每次落注我都想贏。細個嗰陣，我當自己能夠捱過難關；後生嗰陣，我當澳門嘅博彩業會興旺；中年我當自己可以建立一個橫跨港澳嘅商業王國。結果我都贏咗。但我要同你哋講，我生命之中最大嘅一場硬仗，唔係同人爭地盤，唔係同對手鬥智鬥勇而係由2009年嗰一年開始嘅。嗰一年我喺淺水灣嘅大宅入面，唔小心喺浴室跣親，成個人向後跌，謝佬直接撞正雲石地板，嗰一下真係好硬，我即刻眼前一黑，跟住就唔省人事。等我醒返嘅時候，我已經瞓喺醫院嘅病床上面，周圍都係白冷冷嘅牆，耳邊聽到儀器嘅嘟嘟聲，仲有護士細聲傾偈嘅聲音。我個頭痛到好似裂開咁，連擰轉面睇邊個企喺度都做唔到。從那時起，我嘅世界完全變咗。以前我行得走得精神爽利，可以一個禮拜開幾次董事會，可以同老朋友飲紅酒傾生意傾到凌晨。但嗰一跌之後，我發現自己嘅記憶力差咗好多，有時連身邊嘅工人叫咩名都諗唔起，講說話嘅時候會窒住，個腦好似生程嘅機器咁轉得好慢。就喺嗰一刻，心迷河，我明白咗一個殘酷嘅現實，就算你擁有幾百億身家，當你個腦出事嘅時候，你連最基本嘅思考能力都可能保唔住。自從嗰次意外之後，我身邊就開始有一個24小時唔停嘅頂尖醫療團隊圍住我轉。呢個團隊包括腦科權威、心臟專家、內科醫師、物理治療師、營養師，仲有專門負責打針嘅護士，加埋超過20個人。和佢哋每日清晨6點就會準時出現，幫我抽血檢驗各種指數，量血壓、測心跳、檢查瞳孔反應，任何一個數字有少少波動，成個團隊就會如臨大敵咁開會商討對策。我瞓嘅床係德國訂造嘅電動護理床，可以自動調節高低同角度。
翻新房子、生褥瘡。我食嘅每一餐都要經過營養師精確計算卡路里、蛋白質、脂肪同埋各種維他命嘅比例。熱呢？我飲嘅每一啖水都要測試酸鹹度同濃物質含量。出面啲媒體成日寫我打腦醒針，其實嗰種藥嘅正式名稱叫做神經營養因子種，用嚟維持大腦細胞活性、減緩神經退化嘅生物製劑。每一次注射嘅成本確實要幾十萬港幣，因為嗰啲藥要喺特定嘅實驗室培養，而且保質期好短，運送過程要全程低溫。但我要坦白同你哋講，呢種針藥唔係神仙水節和，佢只能夠幫到我嘅腦細胞冇咁快萎縮，唔可以令我返老還童，更加唔可以令我恢復到跌倒之前嘅狀態。每次打完針之後，我都會覺得頭暈眼花，有時仲會作嘔作悶，成身冇晒力氣，要瞓喺床度休息大半日先至回得返少少精神錢。確實幫我請到世界上最厲害嘅醫生，幫我拉長咗生命嘅長度，等我由2009年一直撐到而家。但老實講，同埋要面對無休止嘅抽血檢查、打針食藥，就算你擁有幾多財富在死神面前，其實大家都係一邊拉埋，一邊苦撐錢和金錢買到最好嘅醫療，但真正支撐我活過嗰10幾年，而且腦筋依然保持清醒嘅直和，其實係另外兩樣每個人都有卻經常忽略嘅嘢，就係生活習慣同埋心態。呢兩樣嘢唔使錢，但好多有錢人偏偏做唔到嘅，以為我唔呢類有錢人養生一定係餐餐食山珍海味、人參燕窩、拗參翅肚當飯食嘅，係日日食嗰啲咩靈芝、孢子、冬蟲夏草呢類昂貴補品。其實呢個諗法大錯特錯。我活到98歲，真正嘅習慣其實好簡單，甚至簡單到有啲枯燥。有啲人聽到可能會覺得失望，因為佢哋以為富豪嘅保養秘訣一定係啲好神秘、好昂貴嘅嘢。但我要話你知，最值錢嘅嘢往往係最平嘅。第一樣嘢就係凍。我後生嘅時候，每日都要游水。無論天氣幾凍，我都會跳落泳池游返半個鐘。我最中意嘅運動係打網球同跳社交舞。和打網球可以同念反應同協調，跳舞就可以保持身體嘅柔軟度同節奏感。嗰陣時我嘅體能好到可以連續打2個鐘頭網球都唔喘氣。但到咗80歲之後，我嘅膝頭哥開始痛，軟骨磨蝕得好犀利，行路要撐住拐杖，後嚟更加要坐輪椅出入。但係就算坐咗輪椅，我都絕對唔允許自己完全靜落嚟。我每日都會請物理治療師上門，幫我做被動嘅肌肉拉伸同關節活動。佢哋會幫我抬高手臂、轉動手腕、屈曲膝頭，和仲會幫我按摩背部同大腿嘅肌肉，防止萎縮。每一次療程都要做足1個鐘。頭有時我會覺得痛，但我一定咬實牙根忍住，因為我知道如果你今日偷懶唔喐，聽日你就會更加喐唔到，後日你就會連最基本嘅血液循環都維持唔到。生命在於運動，就算你動彈不得，都要想辦法讓氣血循環，千萬唔好讓自己完全靜落嚟。靜落嚟就等於放棄。我見過太多同我同齡嘅富豪，佢哋覺得自己大把錢，有大把工人服侍，
索性就攤喺度乜都唔做，連轉身都要人幫手，結果唔使2年，佢哋嘅肌肉萎縮到好似柴咁瘦，內臟功能急速衰退，好快就走咗。所以我奉勸各位，無論你而家係30歲、50歲定70歲，每日都要逼自己喐一喐，行路又好，做體操又好，甚至只係企喺度踎低起身做10次都好。總之一定要保持身體嘅活動能力。呢樣嘢唔使錢，但比你食任何補品都有效。第二樣嘢就係清，我講嘅清係指飲食要清淡，要乾淨。我唔大魚大肉，我嘅私人食譜其實清淡到你可能唔信。早餐通常只係1碗麥皮加少少鮮奶，再配幾片新鮮嘅生果，好似蘋果或者奇異果咁。午餐我會食1碗白飯，只係大半碗，配菜係清蒸嘅海魚，例如石斑或者龍魚，再加一碟白灼嘅綠焗蔬菜，好似菜心或者西蘭花。我唔會落太多豉油，更加唔會用魚油或者雞汁呢類調味料，我只係加少少海鹽同埋橄欖油。晚餐就更加簡單，和多數係1碗素菜湯，入面有紅蘿蔔、洋葱、番茄、薯仔，熬到出味就算。我會連湯渣一齊食，因為啲銅維質好重要。和我每日食5至6餐，但每餐只係食到7分飽，絕對唔會食到撐。我從來唔食宵夜，臨瞓前3個鐘頭一定唔會再入口任何嘢，因為我想俾個腸胃有足夠嘅時間休息。你哋可能會覺得咁樣食法好慘，好似出家人一樣，但我要話你知，當你習慣咗清淡嘅味道之後，你反而會嫌棄嗰啲濃味嘅嘢，因為你會發現食物原本嘅鮮味其實最正。清蒸一條新鮮嘅魚，調味都唔使落，淨係食佢本身嘅甜味，嗰種享受遠遠好過食1碗紅燒鮑魚，因為鮑魚本身冇味，全靠啲汁醬搭救。但嗰啲汁醬通常都係高鹽、高糖、高脂肪，對身體百害而無一利。我見過好多有錢人餐餐大魚大肉，紅酒白酒當水飲，結果50幾歲就中風，60歲就要通波仔，70歲就要洗枕。到嗰個時候，佢哋使再多錢都買唔返一個健康嘅枕，唔返一條暢通嘅血管。所以話最便宜嘅保命方子就係管住自己張嘴，唔好貪嗰啖味道。你食得清淡啲，和你嘅脾胃負擔就輕啲，你嘅血脂血壓就穩定啲，你嘅內臟就可以用得耐啲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好多人偏偏做唔到，因為佢哋敵唔過口腹之重。第3樣嘢就係心態。我一生經歷過無數風浪，由當初帶住10蚊港幣由香港搭船去澳門闖啦，到後嚟建立自己嘅生意王國，中間試過俾人出賣，試過俾競爭對手惡意攻擊，試過面對政府政策嘅突變，亦試過經濟大蕭條嘅衝擊。每一次都係對我嘅考驗，但我學識咗一個道理，就係做人要輸得起，要放得低。好多病其實係氣出嚟嘅。你嬲一個人，你咒一個人，你成日記住邊個對你唔住，邊個欠你啲乜，最後傷害最深嘅唔係對方，而係你自己嘅肝臟同心臟。因為當你嬲嘅時候，你嘅血壓會溝升，你嘅心跳會加速，漸漸上腺素會大量分泌。呢啲生理反應短暫嘅話，對身體冇大礙，
但如果你成日處於呢種狀態，你嘅血管就會受損，而你嘅內臟就會過行勞。所以我不拿別人嘅錯誤嚟折磨自己。我嘅做法係遇到唔如意嘅事，我會先深呼吸3次，自己學和，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呢件事喺3年之後仲會唔會影響到我？如果答案係唔會，我就即刻放低；如果答案係會，我就會冷靜思考解決方法，而唔係喺度發脾氣。我記得有一次有個生意夥伴分住我同對手合作，搶走咗我一單好大嘅工程。我嘅下屬好嬲，話要告佢，但係我話唔使，因為我知道嗰個人雖然攞到一時嘅利益，錢重，但佢誠信破產，以後唔會再有人肯同佢合作。果然冇過幾年，佢嘅公司就因為冇人信佢而倒閉。而我何生就因為沉得住氣，贏咗更多長期嘅合作機會。所以話心胸要開發，天大嘅事瞓醒覺先去解決，千萬唔好帶住怒氣上床，因為瞓覺係身體修復嘅黃金時間。如果你瞓唔着或者瞓得唔好，你嘅免疫系統就會下降，和你嘅細胞修復就會受阻。長此落去，就算你有幾多錢都補唔返。我每晚臨瞓前都會做一個儀式，就係將今日所有煩惱寫喺一張紙上面，然後撕爛佢掉入垃圾桶，象徵式咁將佢哋全部清走。之後我就會專注喺呼吸上面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，重複10次，咁樣我就會好快入眠。呢個方法我用咗幾十年，從來冇失手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心理學和，你嘅內臟先會舒服，你嘅氣血先會暢通，你嘅壽命先會延長。呢啲嘢唔使錢，但比起任何靈丹妙藥都更加重要。質和，除咗呢3樣嘢，我仲想補充一樣，就係保持同人嘅聯繫。好多老人家一退休就覺得自己冇用，將自己收埋喺屋企，出街唔見人，連電話都唔聽，結果好快就腦退化，好快就老人家呆。我雖然行動唔方便，但我每日都會叫啲仔女、孫仔、孫女嚟探我，就算佢哋忙，我都會同佢哋視像通話，聽下佢哋講下外面發生嘅新鮮事，自學。我又會聽收音機、睇新聞報導，保持自己同社會嘅聯繫。我會問護士最近有咩新電影上畫，有咩新歌流行者。雖然我未必會去睇去聽，但我想知道自己生活嘅呢個時代仲發生緊啲咩事。呢種對生活嘅熱情、對世界嘅好奇心，就係保持大腦活躍嘅最佳良藥，而且完全唔使花費分毫。你話係咪好抵？你哋知唔知我活到98歲最懷念嘅係咩？正和，唔係我揸浸到嘅第一桶金，唔係我名下嘅任何一棟物業，更加唔係我喺刀場贏到嘅任何一鋪大牌，而係我後生嗰陣有一日黃昏，我同我太太2個冇帶工人，淨係2個人手拖手行去海邊，買咗2杯軟雪糕，坐喺石級上面一邊食一邊睇日落。嗰日嘅雪糕好甜，海風好舒服。我太太笑得好開心，佢嘅笑容我而家仲記得清清楚楚。嗰一刻我唔係鬥王，唔係富豪，我只係一個普通嘅丈夫，一個幸福嘅男人。但嗰種簡單嘅快樂，後嚟有錢有咗名望之後，反而好難再擁有嘞。因為你嘅身份唔同咗，你出街有保帕，跟住你食飯要喺私人包晒，你連同人傾偈都要諗過度過，
驚講錯嘢影響股價。嗰種無拘無束嘅自在，真係用錢買唔返。所以我成日同啲後生講，你哋而家最年輕嘅呢一分鐘，就係你哋人生中最珍貴嘅1分鐘。你哋唔需要等發達咗先至去快樂，唔需要等退休先至去享受生活。你哋而家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就已經係最大嘅財富。你哋唔好睇小自己身上嘅健康，以為自己後生大把本錢就晚晚捱夜，日日食垃圾食物，心情唔好就飲酒消愁。你知唔知？你哋而家做嘅每一樣傷害身體嘅事，都會記錄喺你嘅細胞入面。等你老咗嘅時候，一次過同你計數，我用幾億銀兩換返嚟嘅呢10幾年，唔係為咗再睇多幾眼債簿上嘅數字。數字對我嚟講已經冇晒意義，因為我嘅財富早已經多到我同我嘅後代幾代人都使唔完。我使錢買時間，係為咗可以多陪屋企人一陣，多睇呢個世界一眼，多聽幾句孫仔孫女叫我阿爺。呢啲嘢錢買唔到，但時間可以俾到你。而時間對每一個人都係公平嘅，無論你係富豪定係平民，一日都係得24小時。點樣用好呢24小時，就決定咗你晚年嘅生活質素。你係想好似我咁，到老嘅時候坐喺輪椅上面，後悔自己後生嗰時太搏命，定係想好似我而家咁，雖然行動不便，但內心平靜，因為知道自己已經盡咗力，活好咗每一日。我何生今日同你哋講咁多，唔係想炫耀我有幾多錢，而係想用我嘅親身經歷話俾你哋知，健康嘅身體就係你哋每個人身上和不花1分錢就擁有卻最昂貴嘅資產。你哋唔好等到病咗先至後悔，唔好等到老咗先至識驚。由今日開始早啲瞓，早啲起，食得清淡啲，喐得多啲，心態放寬啲，對人好啲，對自己更加要好啲。呢啲說話好老土，但句句都係我用血淚換返嚟嘅經驗。我睇過太多人後生時搏命揾錢，用健康換金錢，到老呢就用金錢換健康，但嚟換去換唔返原來嘅質素。你哋千祈唔好行呢條冤枉路。我何生已經行到去人生嘅終點站，回望過後，我冇後悔自己做過嘅生意決定，但我後悔過自己忽略咗身體發出嘅警號。如果我後生時可以早啲戒煙，早啲戒咗嗰啲冇謂嘅應酬酒局，或者我嘅肺功能會好啲，我嘅肝臟會強啲。但世上冇後悔藥，所以我要將呢番話講俾你哋聽，希望你可以行少啲冤枉路，慳返啲健康本錢。最後，我想同你哋講，死亡並不可怕，可怕嘅係你喺臨死之前發現自己從未好好活過。我何生活到98歲，見過無數風雨，到今日我仍然覺得呢個世界好靚，陽光好暖，屋企人嘅笑容好甜。我唔驚離開，因為我已經盡情咁活過、愛過、奮鬥過，我嘅人生冇咩遺憾。而你哋嘅故事先啱啱開始，你哋嘅身體仲有無限可能，好好愛惜佢，好好利用佢，唔好辜負咗上天俾你哋嘅呢副身紅。我今日講嘅每一句都係發自肺腑，冇半句假話。你哋如果覺得有道理，就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關心嘅人聽，等佢哋都學識珍惜健康，
你哋如果未訂閱，記得撳一撳下面個掣，就唔理喎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哋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嘅新片通知。雖然我何生未必會再拍好多條片，但呢條片會留喺度。作為一個老人家對後輩嘅最後，丁麗多謝你哋用寶貴嘅時間聽我講嘢，希望你哋今晚可以早啲瞓，聽朝起身精神爽利。記住健康無價，保重身體。我係何生，後會有期，拜拜。